被盜的是个佛頭。多少年的文物？唐代的，有1000多年了。要达到佛头这个位置，必须要借助攀爬的东西。有9道站姿戳的痕迹，是从颈部这边要折掉的。佛头要完整的取下来，至少要3人以上。现场呢还发现一个盏子。然后呢，这旁边还有好多就是烟皮儿。这是我在过来当刑警以后第一次遇见这个盗取文物的情况。听到这文物专家介紹，我們才知道這個野外文物啊是非常珍貴、珍稀的一種文物，尤其唐朝遺留下來的，已經不多見了。這座佛像是這群摩崖石刻裡面最大、最精美的一尊，經歷了1400多年的風霜，卻在今天被毀了。